特首梁振英啱啱出訪完歐洲，星期五先返嚟，今朝就出席答問大會啦。佢指責近期有議員拉布，騎劫大部分市民嘅意願。但係答問大會經過一輪擾攘之後，罕有咁樣被腰斬，都可算係第一次啦。事後，特首同建制派議員齊聲譴責搞事嘅議員，但係俾人指責嘅議員就反擊話係主席處事不公。行會召集人林煥光形容，目前行政立法關係緊張，已經到達臨界點啦。今朝嘅特首答問會，人民力量嘅陳偉業因為向特首梁振英掟嘢，被趕出會議廳。而社民連嘅梁國雄不滿主席曾鈺成，同時命令佢離席，但係佢唔肯走，令會議一度暫停咗15分鐘。復會之後，工黨嘅何秀蘭質疑主席嘅裁決唔合理。咁最後，曾鈺成決定腰斬答問會。咁最終只係得返9位議員有機會發問。鑑於現在嗰個處境呢，我現在唯有宣布休會。特首答問會嘅做法由前港督彭定康開始，用意係增加政府透明度，體現首長向議會問責嘅精神。回歸後幾任特首都秉承咗呢一個傳統，但近年答問會成為議員向特首宣示不滿嘅戰場。呢個所謂嘅答問同埋問責呢，已經失去嘅意義。梁振英係覺得佢係一個完全冇一個管治或者係一個嘅政治領袖應有嘅風範或者一個基本質素。咁所以喺即係問答方面，你會覺得係即係對佢問問題好似係對牛彈琴咁咯。喺董建華同曾蔭權年代，平均每年有4次答問會。上個立法年度，梁振英因為僭建問題喺議員要求下出席咗5次，但今個立法年度仲有個幾月就結束，佢只係出席咗3次。特首辦回覆我哋查詢嘅時候話，行政長官好重視行政立法關係，任期內會出席立法會答問會，但冇明確指出今年度之內會唔會有另一次。溝通得好咧，對我哋大家好處嘅一個行政立法一個咁嘅公開渠道，都唔嚟嘅咧，我就覺得或者嚟少咗咧，咁就俾人感覺到，即係你可能要避嘢喎。辦好內交，加強同內地各界嘅溝通同埋宣傳。全力喺國內外為香港開拓商機。根據特首辦資料，梁振英上場後頭10個半月，外訪日數有21日，但喺第2年任期頭10個半月，外訪日數上升至40日，多咗接近1倍。佢出親一啲嘅公開嘅場合咧，講嘢咧就俾人追住，咁於是佢諗下，咁啊亦都係咪去外訪每一次嘅心理開心好多㗎，係嘛？因為嗰啲咩廣西嘅官員咁啊當佢上賓甚至佢哋認為咧行政長官喺香港咧好高民望嘅，變咗佢可能兩個嘅心理狀態，呢個逃避，呢個咧就 happy， 咁佢咪於是咪好多外訪咯。咁我諗即係特首都要講到俾市民聽，佢今次嘅成果係點樣，有咩跟進對我哋有咩好處啊？例如去歐洲啱啱睇完科技嘅，咁會點樣去？有咩政策嘅改變，會吸收到咩嘢？近期政府多項重要政策，譬如扶貧、人口政策同政改等等，都交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負責。梁振英就忙於外訪活動，令人猜測特首嘅角色係咪有所轉變？大家見到林鄭咧面對媒體嘅機會，有時反而比起呢個特首更加多，亦都係令人懷疑咧，究竟梁振英自己心入邊嘅如意算盤，就係話搞少啲答問大會啦，減少啲喺香港曝光啦。因為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就係話，當嗰個過去經驗，當個特首咧嗰個唔係太受歡迎嘅時候咧，佢減少曝光，令到啲人忘記佢咧嘅都幾吊詭啊！反而就係一個佢改善自己民望嘅方法。你越驚啲市民，你唔敢去，咁啲市民就覺得越你驚又唔敢嚟。聽意見都唔聽，咁啊於是咧連即係同你講嘅興趣都冇，咁你變咗惡性循環咧，就變咗你下下咧就變咗都唔知你係咪仲係特首，仲有冇一個所謂叫做領導嘅能力？現在三權分立已演變成三權對立。見到特首咧最近佢講過，
就話有議員咧話要拉布，所以你咧就唔會申請呢個臨時撥款。我哋想建立一個行政立法良好嘅關係，係咪好似細路仔玩泥沙咁樣鬥氣呢？行政立法關係呢，我哋係十分重視。我哋所有可以做嘅工作，我哋一定會做。出席答問會係面對議員、面對公眾，有利增加政府嘅透明度，要有效改善施政，行政立法關係順暢係重要嘅因素。我今日嘉賓呢係梁國雄議員，佢就係叫長毛。長毛，歡迎你嚟議事論事啦。喂，長毛啊，今朝特首嘅答問大會，曾鈺成咧就宣布散會。佢話佢出嚟講嘅意思咧就係你準備掟嘢，你唔出場之外咧，你仲喺度 argue 啊？到底點解你要咁做啫？你走慣噶啦。馬逢國議員就話我係策動嗰件事嘅，冇即係我哋冇策動呢嘢嘅，我只不過係同陳偉業議員咧商量咗，就係話如果阿梁振英講嘢好離譜嘅時候咧，我哋要抗議嘅啫。而家實際嘅問題就係，當阿陳偉業議員起身嘅時候咧，我已經俾5個啲保安嘅同事撳住啊嘛，即係差唔多起唔到身。曾鈺成主席當然好為難啦，因為政府不停林司長又好，特首又好，曾俊華司長又好，都不停咁樣俾壓力佢啦。咁我相信佢迫於無奈就係即係寧可殺菜1000都唔好放過一個。今日咧就要賺啦，係會嘅。咁明明市民想聽到梁振英對於重要問題嘅答覆都冇啦，流會啦。咁如果今日睇到就係夾埋嘅啫，即係呢個建制派就夾埋，主要有2個環節，一個就佔中啦，就不停咁樣俾個機會特首喺度發表佢嘅高見啦，講埋叫人哋民事索償都夠膽講嘅。咁就另一個咧就係講拉布。嗱，當然議員有佢嘅權利去做乜嘢都得嘅，問咩都得嘅，我覺得係可以嘅。但係其實已經同梁振英嘅施政咧已經係無關。拉布同埋佔中係極端反映咗行政霸道、行政立法同埋共產黨係通過香港呢個特區政府咧向立法會施壓。你拉布總有一個目標目的，你係咪想癱瘓政府施政啊？唔係，我得一個目的啫。梁振英喺個競選綱領咧就話要適時咁樣為養老護老儲一筆基金，以備即係將來做嘢。最差嘅就係佢嗰個司長叫曾俊華，仲要打爛佢嗰個錢罌，要整一個新錢罌叫未來基金，攞2300億，然後每年之後嘅盈餘都撥一部分落去。咁我要500億啫嘛，即係梁振英應承咗嘅。咁我都唔明佢2個喺度做乜嘢。咁係咪即係仲係用拉布？總之你唔中意你就拉布，即係意思不但癱瘓政府嘅施政，而且咧就阻住立法會議員所想做嗰啲嘢咧。其實好簡單啫，拉布呢一個嘅行為咧就係少數派嘅議員咧覺得多數派做嘅嘢太離譜先至用嘅。咁而家香港嘅議會咧就係一個永遠嘅多數，咁所以就拉布就好難免嘅。其實你好簡單啫嘛，你好似高鐵呢件事咁樣咁離譜，又 good 聲吞咗去嘅啫喎，係冇辦法改到嘅喎。你估我哋到一日，如果梁振英頂唔順啦，即係你哋拉布又好，咩布都好啦，咁你咪就要解散立法會。你贊唔贊成啊？梁振英佢冇辦法施政啦。可以。咁佢即係尋求其他人嘅，即係尋求市民再授權一個能夠配合佢嘅立法會啫嘛。呢個正常啊，咪選過咯，冇問題喎。OK。咁佢又成日都話我冇認受性，咁佢揾一個人嚟，佢將我拎走咗咪得咯，就咪得，指明就係挑戰梁國雄咪得咯。就係好可惜，我係我區嘅票王嚟咯，冇辦法。我想補充好多人話拉布拉得多咧就變咗無效，其實係假嘅。拉布嘅規模細，即係話得3個議員拉咧，就係個效力低。如果第日有一樣嘢係27個議員拉，當然個效力係大啦。我希望泛民主派唔好成日都作繭自綁，睇多啲嘢，信香港人，
香港如果我哋齊心拉布，香港議會外邊係有支持嘅話，我相信喺2003年發生嘅嘢會發生，即係話阿田北俊覺得喂唔掂喎，出邊好多人反對喎，佢話我唔好意思啦，我唔做行政會議成員啦，我唔支持你，咁咪搞掂咯。長毛，多謝你今日接受我嘅訪問。多謝飛哥。25年前，一場波瀾壯闊嘅北京學運，最終以軍隊血腥鎮壓收場。事件觸動唔少香港人嘅心靈，過百萬人上街抗議。當年香港不論係左中右嘅政界人物，都齊聲譴責當權者嘅暴行，民間就自發出錢出力，秘密營救被通緝嘅民運人士。今年係六四25週年，中國已經成為經濟大國，但係就一直唔願意面對歷史。六四一日未平反，呢個心結都唔會自己解開。我哋會一連3個星期回顧六四。25年前，由學生發起嘅一場民主運動，喺6月4日凌晨，被軍隊血腥清場告終。用真槍實彈去射擊手無寸鐵嘅學生，和平示威嘅學生，我哋係冇想過會出現呢啲事。北京當局不惜以軍隊射殺平民同學生，香港上百萬市民上街抗議，聲討當權者。香港人嗰一晚係冇乜人瞓過。呢場民主運動由悼念前總書記胡耀邦開始。學生以反官倒、反貪腐為主題，喺北京天安門廣場抗爭持續咗個幾月。屬於傳統左派嘅教聯會前副會長程介南喺6四前夕親自帶50萬捐款上北京支援學生。要同情啲學生嘅處境。而家你講翻可以用一個詞叫即係人道主義啦。北京出動軍隊鎮壓自己嘅人民。程介南憶述當年嘅感受，悲憤莫名。自己係除咗震撼之外，你都會覺得不知所措，即係點解會咁嘅咧？同情學生遭遇嘅，仲有建制派嘅梁美芬。當年佢係記者，被報社派去北京採訪，係一個悲劇嚟嘅咯。咁我諗呢一樣嘢係我認為需要咧，係即係真係要深思，究竟下一步其實可以大家點樣做呢？個國家會係點樣可以繼續行落去呢？而家係支聯會主席嘅李卓人喺6四期間負責帶港人嘅捐款上京支援學生。嗰晚係即係一生人對我嚟講係最黑暗嗰一晚，亦都係即係成晚喺度痛哭啦，因為睇到根本係出邊就槍聲。後來李卓人被北京扣留，喺香港市民嘅壓力下，港府同北京交涉，最終佢先至獲得釋放。佢就話：如果我肯簽悔過書，咁我就可以走。咁亦都係即係要我將啲錢攞晒出嚟，咁就變成就沒收咗啲錢。咁嗰堆錢而家仲係即係唔知喺邊啦，但係即係始終個收條仲喺度。係我哋中國歷史上。89民運亦都同時催生咗支聯會嘅成立，延續至今。我同阿華叔講：阿華叔，如果呢件事我哋唔去做，我哋會一世後悔。華叔就反問我：張文，如果失敗，你去唔去？我話失敗都去。當時程介南甚至參加支聯會，成為首屆委員。但係1個月過後，形勢急轉直下。程介南寫信俾司徒華，
以為勢所逼做理由退出支聯會。好快脆咧，你就感覺到即係北京政府嗰個態度。政府入邊有人提示我哋啊，你哋要考慮離開呢個支聯會啊。我覺得以後長此落去咧，嗰個處境同空間係會好難辦嘅。我記得當年張文光就講即係道不同不相謀啦咁。傳統左派重投北京陣營，而支聯會嘅核心人物就忙於營救民運人士嘅工作。曾經並肩聲援學生嘅不同政見人士，最終分道揚鑣。由於6·4之後，當局大舉搜捕民運人士，被通緝嘅學生唯有嘗試聯絡香港求助。當時呢有幾個地方咧都接到呢啲電話嘅，包括咧教協啦、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啦、演藝界有啲朋友啦，收到呢啲信息嘅時候，就會商議可否能夠給予佢哋援助呢？朱耀明、岑建勳同劉千石等人喺幕後策劃代號黃雀行動嘅營救大計。香港過去咧都有呢一啲嘅水路啊，或者走私嘅門徑啊，咁會透過呢一度咁嘅方法呢，去將佢哋帶到嚟香港。黃雀行動歷時接近7年，根據朱耀明講，主要係由4條路線嘅人馬負責，參與第一線嘅包括社團人士，成功救出李錄、吾爾開希同嚴家琪等人。第二線就救出蘇曉康、陳一之同阮志明等人，但係營救黃君濤同埋陳子明嘅時候失手被捕。第三線係先經澳門再偷渡嚟香港，時間最短。歷時最長嘅係第4線，救出劉江、洪炎同周勇軍等人。我哋幫助過嘅呢，大概有600人度，大概有140幾人呢係直接呢處理佢哋從內地呢嚟香港。人稱六哥嘅陳達正係第2線黃雀行動嘅負責人。呢個廣州咧就喺二沙頭呢度咧就東莞同埋太平，呢度係蛇口，都有我哋人嚟過。咁仲有佢哋用自己喺水路運輸嘅網絡營救民運人士。為咗安全起見，每次行動都會用唔同嘅方法確認對方嘅身份。對方咧亦都有暗語，比如講我去邊度買嘢啊，或者手上邊係揸張報紙啊，或者係一張相片咧，一張照片剪開2份，一份喺我哋手，一份喺嗰個營救嘅人嘅手裏邊，個吻合咪帶走咯。佢講得出我哋李成功咧，我咪相信係我哋對象冇錯啦。蔡崇國係陳達正當年營救嘅民運人士，佢將柴玲嘅錄音聲帶由武漢帶嚟香港，但係逃亡嘅過程驚險萬分。佢試過喺海中心遇上武警船隻搜查，被逼跳海躲避追捕。那就完蛋了，這麼小的漁船一下就搜出來了，然後船長大哥又叫，就說對不起啊，放你們下海了，不然我們都完了。游到哪裡去？我們看香港很近，是吧？但是呢，他有武警的船在那邊貼着，在那邊巡邏，而且上面有士兵拿着槍，你不能夠靠近的。然後就往深圳就對岸游。呢個望遠鏡咧，就當年咧救啊蔡崇國，如果冇佢咧，佢就揾唔到佢哋咯。陳達正嘅手下最後喺蛇口將佢救上岸，輾轉利用同邊防嘅關係偷運佢嚟香港。應該就是那，對，那個船就是在石塊旁邊停住，我就跳上了石頭，走向石，然後有個小伙子就過來，我就跟他走。唔願意公開身份嘅 Tiger 係第4線嘅負責人。佢話當年喺廣東省沿岸有好多個上船嘅地點，為咗避開公安嘅耳目，負責營救嘅前線人員經常要轉換路線。你成日行呢條線，啲人咧，嗰啲漁船咧，嗰啲船家咧會懷疑你。你呢班人咧都唔似落嚟香港打工嘅，都係斯斯文文嘅知識分子同埋學生嚟嘅。除咗海路之外，
沙頭角嘅中英街，亦都係民運人士偷渡嚟香港嘅熱門地點。呢啲鋪頭嘅後邊多數係洗手間，洗手間嘅後邊咧係農田，之後咧就有個警工喺度。到咗警工嗰度咧，你同警察講，我要求政治庇護。黃雀行動耗資估計大約2500萬元，絕大部分都係嚟自市民嘅捐獻，成功營救咗大批民運人士，為中國民主運動保住一點血脈，展現港人無私嘅愛國情懷。呢個必然要做嘅一個工作。我覺得即係香港人喺8964展現咗咧人性最善良嘅一面。民運人士翻山涉水嚟到香港之後，仲要繼續藏匿，尋求愛國政治庇護，過程同樣艱辛。下個星期再為大家報道。